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国内新冠病毒的疫情。讲敢若顶礼拜都有25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这嘛是今年4月以来国来创下着新高。今仔日嘛佫增加1例境外输入的病例。台湾目前确诊的病例数603例咯。啊，即摆佫进入着秋冬的季节，是新冠病毒传染力上强的时阵，恐惊这个病毒会侵入社区。不过，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讲，台湾已经挺过顶一个寒天了，对防疫真有信心。班机离港路新冠病毒确诊者嘛，一个入来，统计顶礼拜境外移入的个案就25例，欧美、东南亚有够严重，台湾边境防疫压力愈来愈大。我们的那个检疫压力会比较大，但是只要我们持续做这些做法的话，这个病毒大概没有什么机会进入台湾。因为寒人气温下降，病毒的传染力就会升悬。李炳英讲，台湾对着入境检疫距离规定真严，就是讲医院各一条，是讲你若出入人较侪场所，一定要挂喙安，千万唔通放松。你要先打。我要看什么疫苗。一个问伊新冠疫苗，若就此敢要做，伊呢嘛搁要考虑一个，因过嘛强调讲，除非拄着1%的过敏性的休克，也就无生命危险，无需要伤烦恼。都袂说是流行感冒疫苗，进前发生真侪不良的反应。对此讲，大人唔敢带囡仔去做，医生讲唔免惊。许多的病毒，在托婴中心得到，如果要他完完全全都没有轻微的感冒症状。恐怕一直等到天荒地老也没有这一天。医生讲，只要若无发烧，经过医方的评估就会使做，所以讲家长要赶紧找时间带囡仔去注射，安尼较袂去为着流行感冒。